乡亲父老吼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昨昏咱看到蔡总统伫在议时宣布做副总统的人选，伊选定伫民进党初选内底，甲竞争非常激烈的赖清德先生来作为副手，选到伫下晡就做总部正式成立。伫这一天，昨这一天会当看出咱蔡总统伊迄个排除万难，想办法要化解各族对伊的甲伊意见无共款的这差异。会当安尼讲，伊是充满为着顾台湾、甲爱台湾，伊是充满了决心甲意志。但是拄好伊伫宣布副总统人选甲总部成立的同一天，中共风风火甲穿越内海，咱会当了解应该是，伊这穿越内海就是要来企图要来影响到台湾总统的大选。咱面对着这中共要影响咱台湾这选举，咱台湾的民意绝对袂使去互拍着赢着。咱决定要展现台湾人民拒绝一中、拒绝一国两制的决心，来甲全世界的人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，咱是将甲所有的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拢徛做伙。伫最近一礼拜，咱有看到美国前驻联合国的代表，叫做尼基海利，伊呼吁美国人民决定要关注香港的即马的这个抗争，而且呼吁美国人民要徛甲抗争者做伙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香港若倒，安尼后一个就是台湾。当然这是个看法，因为咱台湾人民是真坚强，袂亲像伊安尼，就是讲台湾面对中共的威胁就来倒。但是咱会当看出美国人对台湾的关心。除了尼基海利有这款讲法之外，2天前咱嘛看到美国国会内底有一个美中经济甲安全审查委员会，因向国会提出年度报告的时阵，有特别讲到一句话，就是讲面对中国意图要武统台湾，美国国会应该爱想办法做遏制的研究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看出讲美国非常关心台湾，而且2018利用伫过年，你也看台湾旅行法、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等，有足济包括军售高级官员访台等等，包括咱 AIT 这个办公室完成甚至台美之间的这个事务委员会成立，咱拢看出足济美国对咱真有限，因为台湾伫印太战略徛伫真重要的位，台湾居东海、台海跟南海的要冲，所以讲当美国全世界拢伫关心台湾的时阵，我们台湾一定要有决心跟意志，我们一定要坚定的站起来，用选票来告诉全世界，用总统连任、国会过半来告诉全世界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，台湾拒绝一个中国，拒绝一国两制。所以我呼吁全国的台湾国家族人，我们一定要支持民进党，支持蔡英文跟赖清德的英德配，也要支持我们所有的民进党提名的这个国会议员候选人，尤其新北市特别重要。